咁我哋初步調查顯示，涉事嘅工程呢係存有一啲預謀嘅混合使用一啲唔合規格嘅一啲嘅非阻燃圍網。警方已經以涉嫌誤殺罪拘捕多人，廉署亦都就大維修工程涉嫌貪污拘捕咗相關人士。我哋對呢一種罔顧人命嘅行為予以最嚴厲嘅譴責。警方同埋廉署必定會追究到底，將所有需要負上責任嘅人繩之於法。另一方面，我哋將馬不停蹄咁樣進行規管巡查行動，包括實地檢查同埋取樣測試，確保全港其他正在進行類似維修工程樓宇嘅安全，消除隱患。